县部，咱去真侪所在，拢爱扫迄个实联制，有袂少人感觉真麻烦。中央即卖是甲即个台湾社交距离的 App， 甲伊的功能来提升，鼓励民众到下载来使用。特定的场所，只要提出即个 App 的画面，就毋免来扫实联制。安尼一来，只要甲确诊者伫咧2米内接触超过2分钟，真紧就会接到通知。当来，啥物款的场所该用这个 app， 啥物款的场所爱继续用实联制，这个所谓的防疫，搁要安怎来落实？来看咱这个报道。中央优化社交距离的 App， 民众只要安装之后，打开蓝牙，进入到特定的场所，就不用再扫实联制了。真侪人感觉扫描实联制太过麻烦，未来若是掠这个 App 会当先扫描的动作，不管若是去超商店员要求扫描，敢会当拒绝？社交距离它现在定好就是一定要2分钟以上，进去的门跟那个店员的站的位置可能也都不是很近，实联制跟这个 App 可能要并行。囡仔无手机啊，若是和大人同齐行，敢是就免做实联制。不管是实联制还是那个社交距离，他大家都没有办法，除非他的爸爸妈妈很早就给他手机。昨天上讲到，亲像电影伊人济，动时间久，高火车客票和高铁自由济，未来拢会考虑用 App 来代替实联制。不过菜市啊和超市买菜，因为较歹管理人数出入，所以嘛是爱做实联制。不能够因为社交距离 APP 的成立就把实名制废掉。实名制虽然不太好，但是你要让它用的方便，是要优化它，而不是废止它。社交距离 App 嘛是一直爱拍开哪个？中年上讲，卖了收财电，请民众一定爱家拍开，若无法度发挥效果。即摆社交距离 App 和实联制两个拢爱做，疫情哪来哪严重，民众想要恢复正常的生活，所有防疫拢爱自我焦点，这让知影确诊者行过所在的票面疫情愈传愈大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